花絮内容来看，位于台北树林的台湾戏剧中心，每一年的戏剧艺术节，拢会推出到代表作。今年推出的是歌戏的剧星郭春美甲影帝吴鹏凤做伙搬的这出《雨中戏台》。歌戏小生郭春美伫台顶展现出女主角元芳细汉时阵被卖到歌戏班，15岁就被逼嫁予罗马的逼婚，甲无奈。虽然讲阮老母伫台仔顶，真风光，众人爱，众人学乐，但是落台了后，伊上好的朋友，敢若剩麻雀甲海头啊。 由春美歌剧团甲金鸡演社所制作的基感戏剧《雨中戏台》，彰显台湾早期歌戏演员的人生经历，也佮找来影帝吴鹏凤，而女主角后生中年的时期。我头一回哦，阮传统的传统歌戏来甲咱现代剧来合作，我有头一回来做，也要做歌戏也要做时装的不只有传统歌戏，也佮有加入更较侪现代元素。台湾戏剧艺术节推出的这出好戏，要对4月23开始连续表演，总共4个场次，要互介意的观众朋友一次看到开。